敬的欢迎牧师彭荣恩牧师来到咱的中间，伊要传讲的信息是信用甲传承。同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也真感谢主这个福分甲机会，伫咱教会生日的时阵，伫遮和大家做伙敬拜上帝，做伙来庆祝咱同长老教会的生日。伫遐要讲到大声，做伙来献上祈祷。万国领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相信，的确是出于上帝你本身会疼惜、疼痛。设立阮同长老教会伫即个所在，通正做即个所在的祝福，也通过阮所领受的信仰，阮本身也阮的家庭，阮的囝囝孙孙，也通过即个信仰，正做上帝你的囝儿来领受遮尔大的赏赐甲祝福。主，阮今仔日要搁一摆通过上帝你的话语。来得到引带，得到帮助。愿上帝你的圣神本身来伫阮的心内做工，通过有限的人的话语，总是互上帝你无限量的权柄、扩大的话通伫阮的心内做工。愿讲的人、听的人，主愿要搁一摆通过你的上帝你的话语来对着领受，献上祈祷伫主你的面前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日咱要做伙来读这段圣经，我相信咱无感觉青分，总是也引起侪的讨论一段的圣经节。这段圣经节讲起亚伯拉罕来献伊的囝以扫。在伊第一年老的时阵，在第一什么拢有，上届性命行到上巅峰的时阵，对一个无到底有，到底伊有侪羊仔牛群的时阵，总是也伫这个时阵，上帝爱伊来献上伊上届疼惜、上届宝贝的囡仔以扫。这段圣经节有侪。无共款的角度是咱通来学习的。老师今日特别用信仰甲传承来和大家来分享，通过这个爸囝的故事，咱来领受。用这段圣经节的时阵，其实牧师唔知影是拄好咱教会的生日，所以牧师相信是上帝的好意。也伫这个世代中间，其实牧师感觉这是更较特别要紧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咱伫这个真困难的世代中间，咱要怎样互咱的信仰通传承到伫下一代？要怎样伫这个混乱的社会世界中间，咱要来见证主的名？咱要怎样来成做一个信仰见证？拢是一个真要紧的题目甲主题。就亲像这个亚伯拉罕甲伊的囡仔以扫，因去经历到这个一段刻骨铭心啊！一世人我相信袂记哩的一段信仰的旅程。对以撒来讲，这段的旅程的开始，可能并无什么真大的差别。对以撒来讲，可能就是经过一个甲普罗斯共款，爸爸讲以撒来，咱明仔载要去献祭，甲上帝献祭。对以撒来讲，这无甲普罗斯共款。牧师也相信，这毋是头一摆伊安尼做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去的半路中，以撒主动来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问讲：“爸爸，啊，逐项应该有的拢有，啊，毋过一项普罗斯你拢会准备的，惊哪会无？是啥？要献祭羊仔，哪会无？哪会无看？”亚伯拉罕，我相信伊心内真艰苦心，总是伊真有智慧，也无讲白贼。伊用一个真有智慧的话来甲以撒讲，上帝亲身的陪伴。对以撒来讲，这本来是一个真普通的旅程，
就是正正就甲老爸毋知做过即几摆，圣经无写，咱毋知，总是知影讲，着对伊的老爸来去献祭，去敬拜上帝。本来就是安尼尔，总是无拍算，到伫尾啊，即个演变是变做讲，伊的老爸将伊要献伫上帝面头前。对爸囝两个人来讲，拢是非常无简单的一项事。这个献祭，上帝爱亚伯拉罕献以撒这项事，对因两个来讲，虽然是讲这个事件，总是有无共款的意义。对亚伯拉罕来讲，是伫因年老的时阵，伫敢若看起来上帝引带保守，逐项拢有的时阵。却伫这个时阵，也上尾一摆，伊拄着一生中间上介困难的考验啊！这个考验，相信若是亚伯拉罕，若是足侪长辈，会真困难的考验是啥物？就是人年老的时阵哦，真惊会失去伊看做宝贝要紧的物件。啊，是要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也是共款。什么是你看做宝贝？什么是你看最要紧的？然后是这里上帝，你感觉讲上帝要甲这项物件要摕走的时阵，咱要怎样来反应？亚伯拉罕拄着这么大的考验，伫年老的时阵，上帝讲爱伊将以撒献互伊。以撒来讲，毋是安尼，是伊少年的时阵，总是这个事件变成做以撒一生上大的祝福。像安来讲，因为咱来想看觅，以撒迄当时毋知几岁，无说咧摇可能无超过20，也伫迄当时亚伯拉罕几岁，超过100，所以咱毋知咱捌安尼想过无？圣经敢若真简单讲，亚伯拉罕甲以撒安那绑起来，拿刀要甲抬对无？敢若看起来真自然。啊，毋过咱来想看觅，一个100岁要来抬一个还未到20岁的囡仔，那以撒拒绝要祝福伊老爸走，伊老爸祝会着无？叫我都伊叫每个气来甲绑起来，有可能无？无可能呢。为什么亚伯拉罕我都献以撒？毋是靠伊的力，是爸囝两个人拢愿意顺探上帝。若毋是以撒愿意顺探上帝。愿意顺服，亚伯拉罕无可能献以撒。伫这个事件中间，以撒来看见一项事。以撒看见应该讲，伊看见2项事。头一项是啥物？伊看见伊老爸信仰的见证。伫上帝爱伊献囝，一个是上帝的吩咐甲命令，一个是伊所疼惜的囡仔，伊的性命。伫顺探上帝命令甲伊的命的中间，亚伯拉罕做甚物选择？亚伯拉罕选择顺探上帝，赢过较大伫伊所疼惜、伊上介宝贝迄项物，就是伊囡仔以撒的命。这对以撒来讲，一生中间就留落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，什物？就是顺探上帝，较赢过其他一切。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头拄无数国际场无讲到，总是也是真要紧。亚伯拉罕怎样甲以撒讲？伊讲上帝会亲身陪伴，对无？这句话伫伊的心内，可能你咧说，到底上帝亲身的陪伴什么意思？当亚伯拉罕举刀要抬以撒的时阵，天使对伊讲话，讲千万不可。亚伯拉罕这个以撒伊经历着什么？死里逃生啊！伊经历着讲，原底是讲啊，啥人我无命，好啊，上帝啊，若是这是你的意思，老爸若是这是上帝你的意思，我互你抬啦。伫迄当阵上介要紧、上介危机、上介危险的时阵，亚伯拉罕甲以撒两个人相时去经历着迄个伫无可能的时阵，迄个毋知影要怎样办的时阵。上帝插手，上帝供应，知
亲像亚伯拉罕，其实我相信，当亚伯拉罕讲迄句的时阵，伊家己嘛无办法，伊嘛毋知影上帝到底要怎样做。伊敢若相信讲上帝亲身的陪伴，上帝会家己会去处理。总是伊家己嘛毋知伊讲即句话到底是啥意思。爸囝两个人相似去经历着上帝安怎另外陪伴一只羊仔，是因毋是因家己准备的。以撒经历看见老爸见证，伊经历看见听见伊老爸讲，耶和华以勒，上帝要陪伴。伊经历到这项事，这真做一生的祝福。伊知影伫一生的中间，无论拄到更较大的代志，上帝会帮助伊，上帝会替伊解决。和伊家己的命，上帝有咱的救，阁有啥物比这更较大的？这真做一生的祝福。经过这项事了后，上帝阁一摆对亚伯拉罕显现讲，因为你愿意安尼照你去行，所以对伊的后裔中间喏，要有子孙来拍破这个对敌的门。这句什么意思？就指讲上帝应允亚伯拉罕，弥赛亚要对伊的子孙中间来出现。亚当原底失去人，真做上帝囝儿迄个极大的权柄甲特权，因为无顺坦上帝。总是因为亚伯拉罕甲以撒爸仔囝两个人，因愿意顺坦上帝，因搁一摆因为顺坦夺回这个人真做上帝囝儿的这个权柄。上帝通过安尼看见亚伯拉罕堪得到这款的应允，所以耶稣这个弥赛亚人类的救主要安怎？真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么大的祝福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因愿意顺坦。这个因一生中间上界一生的中间上界要紧的一个事件，对因来讲，其实对因爸囝人来讲，是共同的，总是也有因无共款，对因来讲无共款的意义。这个事件，互咱详细来看见讲，其实伫咱人生的中间也是共款是安尼。不是我爱咱大家来想，伫你一生的中间，是毋是你捌拄着上界大的考验甲挑战？真学得过的事，无定咱听你姊妹中间有人，你现主时当你拄着即款的挑战甲困难，啊是个你回想你一生的中间，你捌拄着安尼的挑战甲困难。咱来想，上帝怎样回应你的祈祷？咱来想，上帝怎样帮助你？还是讲你感觉上帝有帮助你无？因为迄对咱来讲，就亲像亚伯拉罕甲以撒因经历上帝的引带帮助突破，伫因生中间，真做一个信仰真要紧的事件。伫咱一生的中间，无所相信，咱的确。要对来讲，真要紧的信仰事件，迄个是什么？回想这个真要紧，因为伫迄个真实，当咱拄着困难中间，上帝怎样帮助咱赢过这个真要紧的信仰事件，会去决定咱来看待咱甲上帝的关系。上帝对咱来讲是什么款的上帝？有人伫迄个过程的中间。也无看见答案，也无看，也是讲，就因为安尼对上帝失望，所以影响到伊甲上帝的关系。总是当咱看见咧要紧的信仰事件，咱得到帮助的时阵，常时共款的意思，咱会看见，咱去定义，咱会去想讲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上帝是怎样真做咱的引带甲帮助。迄款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，迄款的信心。迄款信仰会变成最真实的信仰伫咱的内面，这对咱来讲是何等的要紧。对亚伯拉罕甲以撒来讲，因的信仰中间共同的部分，就亲像咱每一个人咱家庭的中间，可能咱也有共款，咱有无共款的信仰的体会，还是咱捌经过共同的信仰的旅程，还是生活中间的事件甲见证，对因来讲是甚物？亚伯拉罕甲以撒伊拢捌经过，上帝捌因来显现，因有共同的即款体会，知影上帝是个真国活的上帝，
是迄个捌会上帝对因显现的上帝，是甲伊生命有关系，毋是无关系的上帝。伊捌经历过同款生命的议题，就是无有囡仔。亚伯拉罕捌安尼无家己的囡仔，以撒嘛捌安尼无家己的囡仔。因我都看见讲，因的生命中间有我都对话，因知影迄个无囡仔的滋味是甚物？生命中间拄着困难的滋味是甚物？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世间，可能是咱家庭中间，咱捌共同经历款什物款困难，还是讲毋是伫咱的家庭中间，总是无所相信。当咱行过迄款的生命的困境，总是得到上帝引带甲帮助的时阵，就上帝要互你一个赏赐，互你一个祝福，就是通过你捌行过即款的路，你通去帮助有共款类似还是相像经历的人。亚伯拉罕甲以撒，因也捌有因家己共同的弱点，就是安怎？因拢捌因为惊吓，所以安怎？就甲因太太讲：你爱甲别人讲哦，你是我的小妹，毋是我的太太哦。就话讲一半，结果咧，伊因为安尼做，险做成真大的危险，对吧？这一生中间，伊捌拄着因的绊倒。伫这个中间，咱通看见什么？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甲咱同款，拢是软弱、无完全的人。总是虽然咱拢无完全，总是上帝伫因一生的中间，诚做因的引带，诚做因的帮助。上帝是因的主，上帝也是咱的主。因为款的信仰的传承是甚物？就是以撒对伊老爸亚伯拉罕亲像看见讲，亚伯拉罕对一个人来到伫迦南地，对无到伫有安怎？因为甚物？因伊知影来求叫耶和华的名，伊知影上帝来献祭，伊知影爱来迎光上帝，伊知影爱来尊叹上帝。伊看见伊老爸对迄个上帝迄款的信心，迄款的瓦靠，这诚做伊一个信仰真宝贝的资产。这个资产会当诚做因真水、真好啊，会领受，通讲伊通踮伫这个真宝贝资产来继续来往头前行，也伫这个中间，因有无共款的信仰的体会、生命的经历。亚伯拉罕，上帝呼召伊爱离开伊本地、本族、本家，来到一个青云的所在。懵懵了了，毋知影头前的未来，总是安怎？信息的上帝引带亚伯拉罕对无到底有，伊伫迦南地毋若有，若照历史因安尼咧查考，伫遐咧研究讲亚伯拉罕可能是迄当阵上界富有的人，上界好家的人啊。亚伯拉罕有足多羊群啊，迄个多到什么坎站咧？通讲亚伯拉罕就是迄当阵的比尔盖茨，遐尼有钱。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什么？伊经历着上帝对伊一生中间，上帝不断的引带保守。虽然伊嘛一直经历着迄款的，敢有一个遗憾，就是无囡仔。甚至到伫伊年老死的时阵，上帝对伊一句话还未应验，就是无上帝讲我要将这个迦南地赏赐予你，总是安怎？伊一生中间无机会看见。伊一生中间，迄个迦南地，敢若看见一块地，啊，阁是家己要开钱买落来，什么？买埋葬伊的太太下咧墓地啦，敢若迄地尔，其他拢无属，迄当阵拢无属伫伊。总是亚伯拉罕一生中间，我可相信上帝的话，也看见上帝对伊迄款的保守、疼惜，互伊对无到底有，这是亚伯拉罕伊的信仰。不断上帝引带带领，直到伫亚伯拉罕诚做一个信心的老爸。伫一生上尾的时阵，拄到上大的考验，就是咱今仔所看这段圣经节，上帝爱献以撒，将伊的信心扎到伫上悬、上界悬的所在，也是上尾一届的考验。就伫迄届考验通过了后，上帝搁一摆对亚伯拉罕来显现讲，
这个比赛啊要对伊所出。对以色列来讲无共款。那教牧师头拄安尼讲吼，这个以色列吼是伫含着金汤匙出世的，一生中间吼不愁吃穿，你知无？因为伊是比尔盖茨的囡仔，这个甲阿伯拉罕完全无共款啊！总是伫伊真少年时阵，伊就拄着这个真大的考验，也真做一生的祝福。头拄牧师有讲安怎？伫遐尼少年时阵，就经过生甲死迄款的惊惶啊！也伫迄个中间，伊看见老爸的顺叹，伊看见伊老爸的信仰，这个真做伊一生真宝贝、真要紧。一个信仰，伊伫天条的主山。所以伫圣经内面哦，无须捌安尼想讲奇怪。创世纪中间，你也去注意去看，写亚伯拉罕有做无？足多，甚至上帝甲亚伯拉罕改名，本来叫做亚伯兰，变成亚伯拉罕。啊，佮雅各的故事写了有做无？拢写了足多。爸囝孙这三个人中间，什么人故事写了上少？以撒写了上少。无所以这想无，奇怪，啥怎以撒故事上少？总是来看，虽然少，总是以撒故事拢真有分量啊。通对伊的心中看见伊的故事中间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以撒是一个顺叹的人。所以有人圣经学者讲，以撒是耶稣顺叹的牛表。这个以撒中间，伊就是真顺叹的人。啊，还有一点就是。以撒是无要甲人相争的人，照讲伊是上界全世界上界权势的人，总是以后伊继承伊老爸的资产了后，发生一项事，就是伊的老婆甲人的老婆，别人的老婆跟来相争要钱的水井。咱知影迄个水井伫迄个年代，迄个中间，特别你无论你是雇羊啊，还是你做事种田，拢共款，拢是上界要紧的资源。啊，有人咧相争的时阵。这个以撒安怎做？以撒毋是讲，你知我什么人无？比尔盖茨的囡仔咧，无伊无安尼，伊无靠伊讲吼，有遐尼侪的员工，有遐尼侪羊啊、牛啊，就有权势。伊无，伊讲啊，无，莫安尼相争，安尼无好，无这咧牛人，我们另外去找，另外去乌井。恁若捌看过这个故事，你也想讲啊，这就是伊足谦卑的啊吼，伊就无爱甲人相争。人敢若看见安尼吼，无遐尼互人尊敬，你知无？当无事想到这点时，无事非常的尊敬，因为一个上较有权势的人，竟然甲别人讲无要紧啊，莫甲人相争，无这就让因咱另外去找就好。啊，一个人吼，无啥物名声地位吼，安尼做，安尼想，咱可能感觉无啥物。总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安尼做，真了不起。以撒一生的中间，无啥物款拄着啥物大的塔界，无说咧摇，无说咧想，是毋是因为伫少年的时阵，伊就捌经过生死啊？亚伯拉罕献以撒这项事，真做一生的祝福。伊一生不断祈祷对主上帝，然后继续行伫这个顺叹顺福，伊会真做伊的信仰见证。所以伫伊一生的中间，圣经无啥物好写的，就是拢顺叹上帝。伊一生两届，一生中间，互记条伫圣经内面两届跋倒安尼尔，其他拢无。一个跋倒就是无要认迄叫伊太太讲，伊迄是我小妹，毋是吼，即个一项事。另外迄嘛，你讲跋倒嘛，无说讲跋倒，意思是讲，伊另外一届错误啊，就是啥物？伊祝福时祝福着雅各，毋是做祝福着以扫。啊，为什么是安尼？伊互雅各骗去对无？咱通常咱拢敢若想讲，伊迄个雅各骗去，总是咱拢袂去咧想这项事啊。伊无祈祷甲上帝问啊，迄个错误在伫遮啊。伊无问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感觉怪怪呢。迄摸起来吼，骨啊，就毋是伊的吼，唔是摸起来是有摸啦，啊，毋过声是雅各声咧吼。伊无甲上帝问啊，总是除了这以外，圣经无特别搁写什么。无所相信伊一生中间是
足平凡足顺遂的在过。为着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伫少年时阵，伊经过遮尔大的信仰的考验。亚伯拉罕留予以撒真宝贝、真水的信仰的资产。亚伯拉罕一生中间，我靠上帝，信靠上帝，互这个以撒看见伊怎样来敬拜上帝。咱看安尼用这段敬拜上帝，咱可能看呢，咱无心意。总是咱来想，迄当时的迦南地有做的神明，甲咱台湾，咱现主是伫台湾做基督徒共款意思。咱是伫一个足多的神明，无共款的偶像满满的所在，安怎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独独敬拜上帝的人。咱安尼来看亚伯拉罕，你就知影讲，咱现主是咱伫台湾诚做基督徒共款的意思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伫一个满满拢偶像的所在，主啊帮助咱，怎样参照亚伯拉罕，若有一个好水的信仰见证，互别人看见，互别人知影，咱独独敬拜上帝耶和华，上帝你的囝儿的人，上帝你的信息，上帝你的慈爱，上帝你的带领，要诚做咱的信仰的见证甲帮助。亚伯拉罕互伊的以撒看见伊一生中间伊怎样水的信仰的见证，包括以撒的我到出世拢是上帝互伊见证，兼毋是咧。伊迄个信心的模样，诚做伊，诚会拢诚做亚伯拉罕互以撒真水真好信仰的见证。咱桃园长老教会到达135周年，那咱来回想，有机会咱来讲的时阵。毋知咱感觉咱桃园教会，咱的长辈对马街一直到即阵，咱桃园教会，咱有留落什么款水的见证？咱是什么款有什么款的宝贝信仰资产，还是特质？是咱教会有的？毋知咱有机会咱来想看卖，上帝赏赐互咱什么？至少无输看起有2点，一个就是咱桃园长老教会，咱已经开拓几啊间教会，也是帮咱开拓教会。咱有真水的这个留落安尼的模样。马街将福音带到伫台湾，无到伫咱的手就停落来，咱继续有咧帮咱开拓教会。另外一个就是头拄无论是圣歌队还是妇女团体献诗，拢互牧师非常感动。敢若感受会到咱教会这个诗歌的传统一直到即马，因为即马特别少年人吼。我都安尼用圣歌队献诗，敢若愈来愈少嘛。啊，毋过咱桃园咱教会即个献诗声真水，无论是圣歌队还是妇女团体，无说拢感觉声足水、足感动的。这可能是咱真水的传统。咱家己来通来讲，咱通来想，到底上帝赏赐互咱什么款？伫咱家庭中间，伫咱教会中间，上帝互咱什么款的信仰的资产，真宝贝的资产。也毋然呢？以撒对这个信仰，亚伯拉罕留予伊信仰资产，佫贴起哩，佫有，毋然呢？毋是干那停伫遐尔。以撒身上也后亚伯拉罕伊的老爸所无的部分是啥物？头前以撒为着伊的太太利百加来祈祷，为什么无输讲即项？当无输咧准备讲到时向上，对咧，因两个相共款拢拄着即个。无囡仔的事，无所以一直想讲，亚伯拉罕毋安怎做，去比较，竟然发现讲，亚伯拉罕哦，毋知是想过足相信上帝，还是讲上帝安怎讲安怎行就安怎做着，照安尼着，所以拢无奇妙啊，无啥物，所以拢无讲啥物呢？总是以撒无共款，可能对伊的老爸身上看见这样事，所以学着迄款的信心，所以安怎？当利百加甲伊的以撒甲伊的丈夫讲，埋怨讲上帝是安怎无咱囡仔？伊讲这是上帝，这毋是我的问题，迄上帝无爱互你的啊，所以伊无停伫遮。伊安怎？为着伊的太太祈祷，这是亚伯拉罕无的。总是伫以撒伊家己信仰的路程中间，伊学着这项事，毋是干那敬拜上帝尔。伊敢安怎？甲上帝求祷讲上帝啊，是毋是来赏赐互咱一个囡仔？
所以这个以扫跟雅各是安怎？以撒求来的，这是老爸无的。另外一项，圣经内面从来毋捌无数变来变去，无看见，无看见什么？无看见记载写讲亚伯拉罕为着以撒祝福祈祷，是对以撒开始的。那无数讲毋对，无要紧，紧甲无数讲，因无数无变着这段，看大家有看着无？我想拢就无，无数个认真去变，佫无看呢。总是咱印象真深，这个故事咱拢知影，以撒为着雅各祈祷，毋是停伫遮，雅各为着伊的12个囡仔祈祷，敢毋是咧？就这个为着囡仔祈祷，这个真做以色列人真要紧一个信仰的传承呢，一直到即阵啊，已经看中这个老爸祈祷，对什么人开始？对以撒开始的呢？伫迄个亚伯拉罕留予伊真水信仰脚脚中间，也以撒来继续不断的加添。即个咱看见什么？即个咱看见讲，这个好信仰通传承，让囡仔看有看做宝贝，继续伫这个信仰的路上的时阵，迄个祝福会加添，不断的加添起来。所以结论，无需要和大家分享讲。一个信仰的传承，会当真做一个宝贝资产。啊，个人的体会，咱来为着咱家己本身的信仰来负责任。那咱无看做宝贝，就迄个资产会留去。总是当咱看做宝贝的时阵，迄个资产会加添，会塌起来。无论是头到第一场，还是迄个礼拜三甲长老咧分享中间，无数有极其深。的这个体会，也是讲，可能这个中间无法度真正一概讲得清楚，就是咱知影，咱每一个人以前亚伯拉罕甲以撒，因不管安怎变，因面对的迄款社会的情形是安怎是类似的。总是咱现主时，咱有对着一个真大的问题甲挑战是啥物？就是迄个世代变化、世界变化太紧。咱哩囡仔自因出世的时阵，就有电脑、有手机啊，啥拢看做足自然的啊。总是小较长辈拢知影，以前哦，要敲一个越洋电话对无？要安怎做？先写批讲好啊！当时我敲电话厝里来哦，吼啊，电话边啊掌好哦，行老高去，敢毋是咧？啊尾啊，减手机啊就手机啊，搁捌经过什么？先爱有 BB call 啊！少年听有什么叫做 BB call 哦？啊，什么叫做大哥大？想到想到叫做大哥大，少年的减知影这由来是安怎来？好的，对，唔知再等去问啊吼。无事咧讲，意思是讲，咱长辈咧讲话，也是讲迄个生命的经历，所要经过、经过迄个故事，吼，半暝啊起来爱看迄个，吼。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吼，还是讲起来看扫棒比赛吼，迄款情形，长伫迄个电视面头前，甲即摆囡仔会长伫什么头前？手机啊面头前吼。无说你讲什么？咱的生命的经历完全无共款呢。可能有当时你感觉你要甲囡仔分享一你看做真宝贝、真要紧的代志，总是讲听了，毋是听了啪啪啪，是听了安尼满头问号。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迄真要紧啊！我就听无。我印象真深啊！我细汉时阵就听长辈咧讲，是007骹棒走天下对无？出去拍拼，只要你肯做安怎？毋惊无你通拖，对毋是？一定会成功啊！为什么？以前的人，迄辈人就是因拄好经历着迄个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，就是你若只要你肯做，就看见讲啊，上帝一定会祝福啦。功名5万，吼，一定是台湾股市还未上万点，总是人人拢这个股票，你就讲。所以顶一辈因的经验就是看见上帝的祝福啊，足实在的，嘛真正去经历着。总是你敢知影，即马现主时的少年人，伊敢安尼想？可能有人长辈想讲真奇怪，即马少年人啊，哪会安尼？对未来敢若足无望，是讲哪会遮实际哦？
迄个读大学的时阵，我以前要读大学吼是安尼，珍惜个。啊！即摆囡仔咧上课咧翘课创啥？敢若拢无咧珍惜，即摆少年人真老安尼。捌听过类似安尼话无？为什么？即摆少年人无亲像以前要毕业时阵哦，我的机会来啊，我的年代要来啊，冲冲冲，拼拼拼！伊毋是啦，即摆少年人要毕业时阵心内都惊吓呢，伊毋知伊的未来伫什么所在。我有一个厝边。阿某两个人结婚毋知偌久啊，袂去啊，我无咧算。啊，毋过我知影一项事，伊毋敢生囝。即摆台湾毋敢生囝，囡仔无偌济咧。对去年还是当时开始，咱台湾已经进入迄个死亡交叉。什么叫做死亡交叉？知影无？意思是讲，台湾死去的人比出世的人较济，所以咱的人口会开始，咱的人口会开始落，毋是增加，是愈来人会愈来愈少。台湾到底毋知几年了后，我袂记啊。台湾的真紧，咱会进入超老年社会，超过4%啊，是超过4%偌济，是拢是老人人口。无输咧要讲，过10年、15年了后吼，咱全台湾迄个12路口的迄个青红灯吼，行人号志是毋是爱改？你知无？可能爱增加5秒，为什么？啊，若无行袂叮当，行袂过。咱还无说讲遮遐尼多，遮要创啥？咱伫咱的年代要有即款的信用好的传承，其实是比以前搁较困难。以前你讲我细个时阵，还搁印象真深，时常听过即句话讲：家有一老，如有什么一宝。即马是家有一老哦，就头疼；两个搁较头疼。伊家己青梅瓦面那什么家有一宝啦？因为安那？顶一辈因有人生的经验，因的智慧真困难去传承到下一代，因为所面对大汉的经历、学到的物件、生命的经历，完全所面对的情形、议题完全无同款。伫即款的境况下面，要讲有好的信仰的传承，还是讲要怎样？将迄个信用，将咱的宝贵经验，要转由留下一代，其实是比阿伯拉罕伊撒迄个当时加足困难的，敢毋是咧？总是最后无需要用一点，和大家咱互相来鼓励。虽然真无共款，虽然真困难，咱莫想讲啊，我看做什么真宝贝、真要紧，咱就一定紧讲。你一定安尼，1、2、3照你去做，那你上帝甲你祝福，莫安尼想，因为咱的经验无法度来套伫你的心上，总是咱来为因祈祷，祈祷什么？主啊，因为因爱去面少年人、少年一辈，因为爱去面对的社会变迁的情形，因为爱去面对因的生活中间的困难，是我以前所毋知影，是以前我拄着。有话我该讲，伊听无，因为也是讲我所想的，甲伊所想的会差真多。主，我真正毋知影，我的囡仔、我的孙，因会拄着什么款的变化，什么款的世界。总是主，我为伊祈祷，上帝，你怎样引带帮助我？即款的信仰的旅程内容无共款，总是主你无改变。为伊祈祷，互伊写出家己信仰的故事。这是头一点。事实上帝的确也帮助因，要写出因家己的故事。第二，咱为因祈祷，可能有机会咱也通甲伊分享讲，你感觉对老爸还是对阿公阿妈身上，你看见因流落水的骹只，迄个信仰宝贝、信仰见证是甚物？你莫家己咧想，你咧想，甲伊讲出来，可能差天甲地遐远。你可能想讲哦，我留互你上好的信仰见证是甚物？伊讲这毋是咧，我看见是甚物？总是无论怎样，咱来相信，上帝的确做工伫咱的身上。咱若真正对上帝是认真的，囡仔绝对会看见。伊绝对会对你看见你留落互伊信仰宝贝见证。也伫咱为着因祈祷，伫因的心上，上帝继续做工伫你心上，互因行出因家己信仰的见证。
无论对咱家庭也好，对咱教会同款，拢同款。愿上帝赏赐祝福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家庭，也是咱的教会，同齐来献上祈祷。万关天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是因为主，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永远伫地主。上帝，你怎样来保守？怎样来引传马街来到台湾，来建立教会？上帝，你也要继续引传保守看顾咱同乡的教会。主帮助阮继续伫这个信仰的路上来跑走，继续来写出上帝你主阮甲你怎样来三交陪的故事，成全阮的信仰的见证。主帮助阮，互阮一摆搁一摆看见，主互阮强调伫阮的信仰，通一摆搁一摆看见上帝你怎样伫阮的教会，怎样伫阮的家庭，怎样伫阮个人的心上来做工。愿一切荣光归乎你，愿上帝继续来帮助阮，强调阮来跑走这条天路，献上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诗222首，上帝做咱代代帮赞。会众请起立吟全首。奉献，请陈怡亨、顾启芳结束。
将请起立。报告前，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你对我所听见即个端正的话的模样，着用伫基督耶稣的信甲仁爱来接受伊所交托恁的好事，恁着瓦靠踮伫咱的圣神来固守伊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13到14节，请。你对我所听见这个端正的话的模样，利用伫基督耶稣的信甲仁爱来接受伊所交托恁的好事，恁着瓦靠踮伫咱的圣神来固守伊。提摩太后书2章13。恁对我所听见遐个端正的话的模样，来用伫基督耶稣的信仁爱来接受伊所交托恁的好事，恁着瓦靠踮伫咱的圣神来固守伊。提摩太后书1章13到14节。报告，请咱看周报第1页。澳洲所有的服侍人员，请咱来注意，周间的聚会要经过的是妇女团契，后摆的聚会是伫后礼拜11月8号12点30分12点30分。啊，小组的聚会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小组带导的事项甲奉献的名册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消息报告本主任来感谢洪荣恩牧师前来本会来正道甲分享。11月第月的中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3，下晡1点伫701会议室来召开11月份定期的中集会，请新旧任的中集来出席参会。会后煞接开财团法人的董事会，请董事来出席。煞接来开小会，咱请所有新旧任的小会员、新就任的小会员来出席参加。明天晚上，才有点仔修正。明天晚上11月2号暗时8点来召开教育部的线上会议，也是明天晚上8点。后主日11月8号。中午12点伫701教室内财务部会，中昼12点30分来举行新任的中级同工造就训练的课程，请新任的中级出席。下晡1点伫9楼来召开主日2的会议，请同工老师甲各班的班主任来出席参加。社会消息。教会防疫新生活的规范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教会消息，咱下个礼拜邀请者大缴的200块福音朋友甲无道友的报名费，今仔日向办公室来办理退费。今仔日以前来向办公室来办理退费。教会客事中心已经开办啦，伫拜1到拜5。伫705教室，5点到暗时9点30分。乐龄关怀据点后边聚会的时间11月11号拜3上午10点，伫701教室。
号外，咱主日2运动会已经来了，爸比妈咪啊，较紧来缀咱的宝贝来报名，11月22号9点50分就爱开始报到，伫咱高楼伫咱高苗有国小组、幼儿 A 组、幼儿 B 组，为国小组开始，拢有幼儿 A、B， 咱报名呢会当来高楼助理2，咱家国小组苏慧老师、博言老师，幼儿呢跟菲菲老师、mini 老师。嘛会当伫咱赖群组来报名108年的学年第2学期的力学金审查结果，咱请咱家己来看，伫11月15号来颁发，11月15号来颁发力学金那有疑问的，请陈博言技术。新安公已经到了咱请伊来办公室来领取。教界消息。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举办第80届的年会，伫12月3號拜四伫嘉南教會，伫嘉南教會每一人100塊要參加來向咱宜林方會長、副會長簡碧慧會長來報名。合作社11月8號後禮拜中午12點伫7空地教室來召開李幹事會議，請李幹事來出席，來舉行慶生會、金生會，來，加简称长老来，我条点名请咱转出来：陈高桃、宋陈秀慧、王万居、陈佑兰、赵淑英、许阿美、陈淑贞、李金叶、陈高桃、李应灿、沈景全、陈祖德、郑丽香、陈丽兰、李正中、田丰春、林瑞淑、黄子瑜、方秀碧、陈威明、陈立文、柯雅芳、洪子璇、黄秀娟、王淑芳、彭瑞莹、许丰恩、陈雅婷、梁静豪、陈恩如、王振林、张佩佳、黄子燕、刘林瑶、黄李秋香、陈婉玲、王运竹、刘子仁、黄亮渊、赵令伟、黄腾义、郑雨彤、沈承德、赖和谦、陈祖恩、彭国斌、蔡乃平、于明月、林家和、陈根志、林嘉文、郭玉娇、黄德轩，咱请所有咱的寿星来老头前，来赶紧来，咱大家有一定来唱生日快乐的祝福的歌。唔知有老高无报着你的名，赶快11月生日了，唔知有无？好，安尼咱来为着咱的寿星来献上祝福祈祷，同齐来祈祷。万观念主上帝，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。上帝，你赏赐阮这宝贝伫阮教会中间，甲阮同齐来跑走这条天路。自伫因生日的这个月份，阮要为着因来献上阮的祝福，献上阮的祈祷。愿因每一天的生活有上帝你的圣神的赏赐引带，每一年拢增加上帝你的赏赐，每一年拢有上帝你继续有上帝你的带领、你的陪伴，互因哪来来认捌你，哪做会领受上帝你的赏赐甲恩典。所以，我要献上阮的祈祷，愿上帝你伫因的心上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。献上祈祷伫主面前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同齐来甲因祝生日快乐，预备来，生日快乐。好。咱今仔日是教会135周年生日，咱特别邀请主礼2要来给咱献唱，来请主日学师生，伊要献唱的呢，
有2首啊，第一首呢是我是主羊甲小门徒。咱所有的小朋友已经练习久久，咱将感恩的心，来欢迎咱的小朋友咱为着咱来献唱。咱来拍破干鼓励。好，我们站好安静了。请小朋友先不要离开，牧师为他们祝福祷告。好，小朋友眼睛闭起来，我们也都那么就可以咱现当就来献上祈祷。麻烦恁主上帝为着阮所疼惜每一个宝贝囡仔，献上阮的祈祷伫你面前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看我为宝贵。上帝，你是这样的爱我。我相信上帝，你对我有美好的旨意跟计划，你也赏赐我够用的智慧、能力与恩典。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爱我的天父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咱请公长老咱甲咱介绍报告。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这个咱牧师就带好到10月底啦吼。所以这段时间由小会书记吼，我本人伫遮代表教会来报告介绍。首先咱今日感谢咱马街病院医牧部这个彭荣恩彭牧师、裴牧师来到咱的中间，甲咱分享，多谢咱再次拍拍介。第二项介绍就是咱今仔日有一个团队啦吼，是迄个台湾教牧心理研究院吼，由这个杨恩博士带领伊3个拢总3个团队吼，包括汪有长博士、甲严义德做伙来到咱中间，3甲来礼拜，3甲来聚会，3甲来熟悉吼。这是咱请这个杨博士交3个团队做伙起立，咱代表欢迎吼。好，请坐。伊是咱这目前伊伫迄个嘉南教会吼，有开一个课程或者延伸教育课程啦吼，包括这个諮商甲心理治疗的理论、婚姻跟家庭的治疗导论啦吼。咱有意向吼，即个时阵会当来加退选吼，你要加吼会使吼。伊每礼拜一暗时7点半到9点15，伊一寡遐开课表的资料吼，后壁向哪有吼，咱有意向吼，时间会带好，咱就来报名参加。吼另外今仔咱135周年，过去咱拢知影，咱桃园教会是马街来遮设立的教会吼，135年前吼，历史真久啦吼。经过清朝，经过日本统治，到中华民国吼，到即阵吼，所以历史有哪些？所以咱会透过今仔日拄好彭牧师吼，拄好特别上帝特别互伊经到即个信仰吼，甲传承吼，一代过一代，互咱搁一摆来反省吼。咱即个时代伫遮做会友也好，做中职也好，做同工也好，咱伫遮即个时代的使命是啥吼？搁互咱一摆来传承，互咱后一代，一代接棒，接棒一代，接棒过一代。伫咱教会是安尼，搁另外伫咱的家庭嘛是共款，真要紧，啥有做上宝贵的信仰的传承吼，这个是上宝贵。虽然外面的世界科技的进步总是呢，信仰是要经过这来变化，
信用是一直咱伫咱家庭来认为是做宝贵，所以咱在座每一个家长也好，咱在座的会友也好，伫咱的家庭也好，伫咱教会也好，咱爱认定，咱有即个时代的迄个使命是要互咱做啥物，咱去上有落什么好的模样，那这伫遮补充报告，以上多谢。上扬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会众请起立。咱一来领受上帝的赏赐，万关领主上帝，愿献上阮满心的感谢，感谢上帝你保守带领我以来，上帝你的恩典，上帝你的眷顾，搁上帝你无弃嫌阮，阮踮伫这个所在来做工、做咸、做主你的见证。主愿恳求上帝你继续来引带阮来跑走这条信仰的路程，帮助阮，阮通伫这个所在做一个好的信仰，做一个好的模范，做个帮助阮伫这个天路，无论阮的教会，还是阮的家庭、阮的个人，主阮对主你的听拿深拿加天，愿继续来领受上帝你水的讲伫阮的心上，阮有水的信仰的见证来传说主你的听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宝贝圣神，每一日，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相同行，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袂倒。
咱互相来请安，愿主平安，愿祝祝你平安，生日快乐。